各種情緒原來一體兩面，有正有反。快樂、動力加樂趣，對成人加忘形；焦慮、迸發力量，對杞人憂天；憤怒剷除障礙，對失控怒火；悲傷沉着反思，對溺於抑鬱。心理學家陳浩儀博士告訴你，情緒各有功能，是正還是反，關鍵在於你是否懂得調節情緒。如果情緒走上極端，正能量的快樂也會樂極生悲。如果適度，各種負面情緒都可以成為令你成長的正面能量。擁有近20年臨床經驗的陳浩儀博士，結合心理學及腦神經科學的專業知識，為你詳解8種情緒的正反兩面：快樂、恐懼、焦慮、自卑、嫉妒、吃醋、憤怒、悲傷。再教你調節情緒的有效方法及練習，令你無需再抑壓情緒、壓抑情緒，亦不再被情緒牽着走，從此愛上情緒化的自己。